Hello， 囡仔兄、囡仔姊，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，咱做伙入来看卖咧。今仔日的图书馆有一个足够讲故事，嘛足够做点心的人哦。欢迎阿达拉姐来到乐乐的飞行图书馆。阿达拉姐你好，大家好，乐乐你好。我今仔日要来分享一本我家己写的册哦，就是这本。我是乌天鹅。稍等一下，是讲这本册的作者明明就号做老青干啊。对啊，老青干就是阿达拉姐，阿达拉姐就是老青干，我本人。啊，是安怎囡仔拢叫你阿达拉姐咧？因为囡仔吼，少爱摕冷笑话来甲我考，我应袂出来的时阵就讲啥阿达阿达。我咧甲囡仔讲故事的时阵会教伊滴无啊，所以我滴无的时阵哦，因拢叫我阿达拉姐；无滴无的时阵，因都会叫我阿达亚姐。对，我要来讲故事啊哦。逐礼拜六，阿明拢毋免等阿母叫，就会早早起床，洗喙、洗面，甲衫换好，才去楼骹食早顿。了就沿路走，沿路跳，要去上介意的所在。阿明是啥人？上介意的所在又搁是倒位咧？哦，原来是舞蹈教室啦！阿明开始暖身咯，伊的脚步是溜软溜咧，动势速度是紧搁在，欠悬的姿势袂输海底。阿明唔惊脚仔溜皮，唔惊脚头有乌青银花，搁较唔惊直直咧重复同款的动作。伊干那想要参加今年的公演哦，你看。壁顶的海报就是今年要公演的舞剧哦，你敢知影是啥物舞剧？我知影，阿达拉叫你看，海报顶管有写《天鹅湖》。对，就是《天鹅湖》。《天鹅湖》是一出足经典的芭蕾舞剧。阿明为着要争取伊上爱的角色，不管伫什么所在、什么时间，伊拢咧练习。伊无要伊人家叽叽嘟嘟。嘛袂晓伊嘻嘻哈哈的凊笑声。伊是查甫呢，哪会安尼？行路哪会唔好好啊行咧？险险啊弄着人。哇哦，伊跳甲足赞呢！阿母，伊咧创啥？哎哟，莫看！你看，迄个囡仔甲母娘共款。伊拢无要伊人叫伊母娘阿明。伊干那做伊一直洗一直饿，伊就拼死咧练习，一脚连拳二脚洗，就像安尼。大家来试看卖，你敢会晓一脚二脚洗咧？哇，足厉害！胖了咧，你讲有要试看卖？哎呀，洗半年倒落来啊！来，优胜咧，优胜，你有想要试看卖无？哦，4分3厘呢！嘿嘿哈，
这对乐乐来讲，敢若桌顶面感咧。看我的，真的好阿明。也是乐乐上厉害哦。落尾来到公园宣布的迄一日，老师问阿明：“你要跳啥物咧？”伊讲吼。老师，我要跳黑天鹅的一卡连环逆卡式。所有的人拢掠伊紧紧看。查甫囡仔哪会使跳黑天鹅？无人想要看查甫的跳黑天鹅啦。唔捌看过查甫的跳黑天鹅。查甫跳黑天鹅，有够阿俗啊！迄天转去厝里，阿明秘伫房间内。伊虽然当做出高难度的一卡连环逆卡式，老师共款爱伊跳王子的角色。伫练舞的时，阿明双骹若像去互别人教，也袂悬，势袂振动，嘛跳袂起来。阁无细哩，害黑天鹅娜娜险啊跋倒。哪会安尼？阿明，同学拢转去啊，剩伊一人囥伫壁角。阿明问老师。是安怎哪会使跳黑天鹅？我都袂使。老师讲，因为黑天鹅是查某囡仔。阿明讲，不过黑天鹅嘛有讲的啊。老师起爱笑，伊对阿明讲一句细声话了，阿明嘛对咧笑啊。老师到底是甲阿明讲啥话？伫公园的迄一天，阿明变做摔趴马人的王子。伊徛伫规阵白天鹅架中，双手甲公主吐悬悬，搁做几若届空中转势。表演一个结束，呼声随吹甲变变叫，观众拢去大声喝休。雄雄音乐声再响，舞台顶布幕温温啊唱悬。一只黑天鹅飞上舞台。伊跳到悬悬，转西紧美，屈势飘皮去水开，佮表演大绝招，一卡连环逆卡式。阿明阿摇鞠躬，全场的观众拢徛起来拍鼓啊赞声。阿明是明日之星，阿明是上下派的王子，阿明是天才。阿明轻轻啊讲：“我是黑天鹅。”耶！阿明的心愿完成啊！故事讲煞，大家感觉阿明是一个什么款的囡仔？什么款的查甫囡仔？我感觉伊着较固执。固执哦？安怎讲哈？是安怎伊就是要跳黑天鹅，敢袂使跳别的？我感觉伊是一个有创意的人。咁安尼是安怎？因为一般查甫囡仔才无咧跳黑天鹅，迄查某囡仔才会去跳。结果伊敢家己去挑战，去练习跳迄个黑天鹅。毋过恁敢袂感觉伊伫咧跳黑天鹅小可怪怪？袂啊！袂哦，恁斟酌看伊穿啥物？伊穿裙咯。你感觉伊安尼跳舞敢袂怪怪？袂啊！是安怎袂？因为跳舞无分性别。也无规定讲查甫的袂使跳黑天鹅。假使有一个查甫人，伊身躯穿裙，双骹搁穿管带咧跳舞，你感觉啥款？我感觉伊不加厉害。感觉伊厉害哦，敢有影安尼？哎呦，你敢袂感觉伊看起来怪怪？袂啊，因为敢若看伊的衫就安尼讲无公平。看伊衫无公平，哪会讲看衫无公平？爱看伊是安怎要穿这事？你是要看伊的表演是毋是？看伊表演了到底有好看无？毋是干那看服装表演对无？你所要讲的敢是安尼？对所以恁感觉敢有啥物款代志是一定爱查甫做的，也是一定爱查某做的？走便所，因为便所有分查甫的甲查某的。好，有成你感觉咧？我感觉查甫有查甫的佚佗米，查某有查某的红仔米。哦，讲了好呢。你感觉有啥物佚佗米是查甫的，啥物红仔米是查某的？比如讲剑道干路适合阮查甫的，迄适合查甫的，过来咧，啥物适合查某过来的？红仔米就适合查某的。所以你是咧讲查甫袂使耍红仔的意思？无一定。查甫会使耍红仔的举手。你是安怎感觉查甫嘛会使耍红仔？
我感觉会使啊，因为迄也无分查甫查某，也无讲查甫干那会当算机器人迄款的，若查某就袂使算。有当时会互一寡毋捌算过红仔的查甫笑，若阵你是迄个咧算红仔的查甫囡仔，人甲你笑，你会安怎？也无几钟啊。我感觉无需要去管太严，就会当算家己的。我就是感觉，我介意就是介意，爱你管，甲你无二代。介意就是介意，我操，别人爱我创啥对无？对啊，而且我就是爱这，你敢有法度叫我莫介意这？好，我即摆要大家看一段影片哦，刷着恁这样看卖啊，做这项代志的人是查甫也是查某的。好，注意看哦。好，小等下，你感觉伊咧创啥？伊咧无影啥？恰碰谁？恰碰西是无？你感觉伊是查甫，你恰碰西也是查某的？我感觉伊是查甫的，因为查甫足介意空色的。查甫足介意空色。我感觉小可像查某的，因为查某嘛会恰碰。查某较会恰碰西衫是无？哎哟，你感觉咧？我又是查某的。查某的哦。因为较常看到查某人恰碰西，查甫的较少。好，咱来看卖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。来，结果是啥？放了。查甫啊！查甫，查甫啊！查甫的恰碰西啊，甲我讲，恁看了知影是查甫咧恰碰西的时阵，感觉啥款？放了。我感觉足特别。查甫的恰碰说也无啥物通奇怪。不过我感觉伊足勇敢嘛。我感觉伊真厉害。啊，你敢会想要看恰碰西衫？你敢会想要家己来学恰碰西衫？会哦 ，Ryan 呢？你就是母爱啊，对无？所以哦，其实就是看你家己有介意无。若做你介意做，你就去做。亲像阿明介意跳舞，伊就足认真去跳舞；若准伊介意恰碰西，伊就足认真咧恰碰西。大家人要去认真做家己介意的代志。安尼，大家阁有啥物问题要问老师咧？请问啊，达拉姐，你是安怎？你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？迄足趣味的哦，因为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少年仔兄，伊是舞蹈系的，伊当咧跳舞，伊跳一条足特别的舞，就是册内底所讲的迄款，用一支口洗32厘安尼啊。我迄时看了是规个人惊一跳呢，我讲哇，你有够厉害！毋过我感觉足奇怪，就讲等下你是查甫的呢，乌天鹅是查某咧跳的舞呢，结果会应我一句足好笑的话，就甲阿明讲的同款，伊讲乌天鹅嘛有讲的啊。我感觉这句话有够深刻的，就甲伊写做这个故事啊。多谢阿达拉姐甲咱分享好听的《我是乌天鹅》这本册，乐乐要甲收藏起来。乐乐的飞行图书馆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影片看完啊，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？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，后摆才阁做回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。拜拜。